當時覺得有好多諗法想靠創作去表現出嚟，咁當中可能有包含咗一啲固執啊，或者其他一啲唔係平常覺得非常之好嘅性格嘅一啲諗法，咁就想俾一個好似既包含負面又有少少正面嘅名俾佢，咁就叫咗做小騙子咯。咁我覺得每個人都有呢一種性格喺入邊嘅，咁我覺得係可以接受嘅。每一個人有少少固執，又或者有少少奇怪或者鬼馬喺入邊係 OK 嘅。我最近覺得做創作好似係食藥咁樣，如果食適量嘅話係可以醫到病，但係如果食過量嘅話係會出事嘅一樣嘢嚟嘅。譬如我呢一個做小騙子刺繡啦，係不停咁樣將自己嘅諗法或者其他人嘅諗法去製成一個 visual 出嚟嘅，喺過程之中消耗緊自己嘅情緒嘅。咁如果過度消耗嘅話，係會好有問題嘅一件事嚟嘅。我有少少感覺好似做緊社工或者做緊心理醫生咁樣嘅，因為係要個客人自己寫一段文字，而嗰段文字係要有足夠嘅表達能力去可以將佢想講嘅故事傳達到俾我，然之後我要好似社工或者心理醫生咁樣咧，好似代入佢個故事去 feel 翻佢嘅感覺，我先再揾一啲 visual 去代表翻佢嘅故事送翻俾佢咯。